你哋後邊嗰個坐住嗰個係咩嚟㗎？我呢塊係哇比較深喎，呢幅氈係我特登帶過嚟嘅。將你嘅人，譬如我舉一個例啦，譬如人體咁上下咧，佢有個機制咧，係令你會好多細胞啊一路衰退嘅，即係等於一棵花開完咪謝咯。咁我呢張氈咧，係可以將你嗰朵花咧延長咗、謝慢咗嘅，即係唔好咁快謝啊。同埋有啲細胞唔好咧，佢就同你提翻升上嚟咯。最新嘅科技嚟噶，市場冇得賣喎。我係有一次咧，就美國個學生，因為佢先生個荷蘭鬼咧，患咗糖尿病啊，咁啊都40零50歲啊嘛，咁啊同我講，你試下啦，如果你有興趣嘅，我同我瑞爾公司，我當我自己攞嚟喺香港幫人做測試，咁我讓咗俾佢，咁啊2個月後咧，咁啊教咗連啲功法冇晒咯。咁啊，因為而家呢個唔賣佢點咧？佢係如果擺嗰啲診所度，你每個人走去瞓1個鐘頭、個零鐘頭咧，就收2000零蚊港紙咁嘅，去瞓一次啊！咁我咧我自己有咁啊，帶住周圍日日得閒挨下咯。呢個比較新嘅呢個，你見我好少買噶。所以你又感唔感覺有精神啦？越嚟精神，非常之精神。你睇下博士真係，年年每一年後生過，即係後生歲啊！